大家好，係歡歡隨意門，今日係12月4號，有好多日咧冇同大家見面啦。咁因為冇心情拍片啊，真係對唔住。但係今日咧覺得都後續嘅嘢要跟進，即係大火後續嘅要跟進，實在係太多啦。希望能夠盡一己之力咧，可以協助到大眾嘅市民。第一樣咧，首先要講嘅咧就係過去嘅一兩天咧。好多人都有問我啦，就係因為呢間嘅顧問公司啦，咁佢就倒閉啦咁樣。咁餘下落嚟呢，其實好多嘅其他喺香港呢嘅嗰啲維修呢，都係有用到呢一間嘅顧問公司嘅。咁我相信呢，好多嘅業主組織或者業主喺佢都會有好多嘅問題嘅，包括喺工程上嘅問題，包括喺法律上嘅問題。咁我就好懇請呢政府呢，一定係要介入。成立一個我哋叫做 task force， 一個工作組，係去到協助，係聘用咗呢間顧問公司嘅大廈裏邊嘅業主同埋或者業主組織，去到睇下點樣能夠解決或者係處理，因為聘用咗呢間顧問公司，而家因為呢間顧問公司佢要面臨倒閉啦，究竟會有一啲咩嘅後續嘅問題呢？咁樣有啲咩安排呢？咁我相信會有形形色色嘅問題出現嘅，譬如啲業主應該要點樣做，去到保障自己日後佢哋喺法律上邊嘅權益呢？雖然佢哋係可以個別去揾律師去處理，或者去到問自己嘅專業人員，譬如工程你即係識得工程嗰啲，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呢個咁兵荒馬亂嘅時候呢，業主其實自己個心都係好亂。業主仲即係啲組織仲點會想去用好多嘅錢係咪？再去睇下後續點樣做呢？即係喺呢個即係嗰個關鍵嘅時間。咁我希望呢政府喺呢方面呢，喺而家呢個咁嘅階段呢，要介入做工作組，能去幫到嗰啲即係揾咗呢間顧問公司嘅呢啲咁嘅法團或者業主，可以解決一啲即時嘅問題，或者佢哋一啲查詢呢。第二樣嘢咧就喺大維修方面咧，我見到咧其實喺宏福呢個事件，特別係佢出咗之後咧，或者以前都有嘅，就有好多嘅譬如網紅啦，或者係市民，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嘅舉報或者資料，就係懷疑一啲大廈嘅工程咧係有圍標，或者佢哋嘅物料係有問題。有好多嘅市民都有俾相啊等等嗰啲我睇嘅。請政府咧立即成立一個工作組，呢個工作組咧要由屋宇署啦，要由警察，要由 ICAC 等等去組成，立即調查所有喺譬如網絡上邊市民啦，或者一啲嘅網紅佢去作出嘅一啲嘅指控。呢啲指控咧相當嚴重，我哋要幫嗰啲業主啊，有啲係講咗好多個月㗎咯喎。我自己就覺得咧，由呢個小組呢啲人去到立即調查。咁個調查，如果佢真係有問題嘅，咁你至少可以減低嗰個問題，立即停止嗰個問題。另外啦，如果有人真係譬如犯法嘅，做得唔好嘅，呢啲咁嘅執法嘅部門，即刻將有關嘅人等繩之於法。另外，如果咁呢個仲有個好處喎，咁有一啲可能係無辜嘅人，咁佢自己佢就唔需要受到困擾。如果再喺個網絡上邊有咁大嘅指責，而政府唔做嘢，翹埋隻手咧，呢一樣或者等嗰啲嘢繼續流傳，唔通你仲等佢喺個網上邊由佢講多幾個月咩？咁唔好啦。經過宏福呢次事件，立即要做個調查小組出嚟。自己由咩？我21歲開始咧，我係開始做義工啊，特別喺紅磡區去到幫嗰啲法團，去到睇嗰啲維修。其實我心痛嘅咧，就係喺每一次要做大維修嘅時候咧，一定有兩幫人嘅，又話黑箱作業啊，啲信箱你一定收到黑箱作業信件嘅。因為我自己覺得犯法嘅固然之要繩之於法，但係呢一啲咁嘅居民之間嗰個唔開心嗰個糾紛，大家嘅指控，往往就係會令到大廈維修最需要嘅，或者往往係最缺乏嘅信任係崩潰嘅。政府係真係可以喺呢一啲方面咧，係能夠立即適時介入，有問題嘅處理問題，有違規嘅處理違規同埋檢控，咁就令到唔好將一啲咁嘅事件咧係叫做發酵又發酵又發酵。咁樣咧係對於喺大廈管理裏邊
最需要嘅一啲我哋所講嘅 trust 係直情係摧毀嘅。我希望政府係立即去到處理。有問題嘅唔需要網紅日日講，乾肉寬亦都唔會日日講。第三就係市建局。今日我見到都有啲嘅媒體啊，譬如大公文匯都有報導，就係話點解嗰個顧問公司同嗰個即係承建商會攞到喺佢哋嗰啲名單上邊嗰個評分係會攞到100分嘅呢？咁嗱，我理解咧，市建局都知道問題所在。對於呢啲咁嘅咁主觀嘅評分呢，日後我相信佢哋都係唔會再做。咁好啦，冇咗個評分標準，日後做維修嘅時候，小業主或者業主組織可以信啲咩嘢呢？咁嗱，我亦都有同市建局係溝通過㗎啦，佢哋亦都係主動同我溝通咗。咁我就會建議最少嗱，你與其要評分，唔該你停咗嗰啲評分，因為你用一個項目去評分，基本上係唔係一啲客觀，亦都冇用嘅。咁我希望佢哋日後啦要擺出嚟俾市民睇到嘅呢，嗰啲顧問公司或者嗰啲承建商，佢哋過去譬如5年佢哋做過嘅工程項目，邊個項目喺邊度嘅？另外啦，中標價係幾多錢，同埋最後嗰個工程款係其實幾多？如果佢中標價係1億，往後其實咧做咗2年之後咧，整體嗰個成個工程咧，原來做咗4億，咁即係話其實中間好多時候業主係落咗搭之後，哇！原來不斷呢樣又話要加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嘅，可以幫到市民嘅。另外啦，有幾多後加嘅工程咧喺啲項目度？乜嘢嗰啲後加工程有幾多錢咧？當個完工嘅時候，有好多嘅執漏嘅 defects 嘅，咁嗰啲 defects 係啲咩嘢？市建局亦都應該要開放埋俾一啲業主同埋業主組織喺呢啲項目裏邊嘅嗰個評語啊。咁就原本原汁原味咧，係俾翻市民大眾。如果我要做維修，我係會見到呢啲嘢嘅。呢一啲係啲項目嘅私人資料，點樣能夠去向公眾披露呢？嗱，呢個好簡單嘅啫，只要如果佢係參與市建局嘅嗰個樓宇更新大行動，佢哋喺日後嘅條款裏邊就講清楚，佢哋呢一啲係會公開翻出嚟俾市民參考嘅。另外一啲唔係接受市建局樓宇更新大行動嘅呢，大廈如果佢哋有維修工程，佢哋覺得佢哋係願意將佢哋嘅資料同樣都係放入呢個資料庫嘅呢，應該市建局亦都係要點講呢？我哋叫做歡迎佢哋能夠自願擺落嚟嘅。市民大眾佢到睇呢啲嘅資料嘅時候，佢哋係可以向有關譬如嗰啲大廈以前做過維修嘅呢啲大廈係可以核實嘅。市建局就佢哋呢啲嘅評分評語啊等等咧，我覺得整個制度咧係需要檢討，咁佢哋係承諾檢討，咁希望佢哋能夠盡快去到實行。咁以上我講咗3點，希望咧就係可以喺呢個咁傷痛嘅日子咧，幫到一啲正在做緊維修嘅一啲業戶，好嘛？咁下次再見，好，拜拜。